下面由曾获全国太极拳冠军、全港公开太极锦标赛冠军的冷先锋师傅带领学生表演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有请。 先锋师傅自幼习武，师从于国家级武术教练王二平，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大型武术比赛，获多项冠军，并带领学生在各项大型比赛中夺冠军多次，是国家1级武术套路散打裁判员、高级教练员。 中国武术段位6段。
2009年国庆60周年之际，广东名将国家队队员崔文娟在全运会问演成功，继世运会夺冠后，再次获得第11届全运会太极拳剑全能冠军，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献礼。下面有请王二平老师的学生，2届全运会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2008北京奥运武术比赛冠军崔文娟，为大家表演自选太极剑，歌唱祖国。有请。